要想玩遍美浓小镇，骑单车是最简便又深入的好方法。脚力好一点的，可以骑上狮形顶，远眺小镇的风光。骑上脚踏车直奔东南方的狮形顶，一眼望去就是美浓如诗如画的小镇风情。那我们后面东边就是茶顶山，那更远地方北边是中央山脉的余脉。你看，在上面有山峦，上面有云雾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，月光山、双峰山到金枝面到旗尾山，你可以看很清楚的，美浓是三面环山。南边就是老龙溪，这成为一个美浓的一个天然屏障。有山有水，交织出美浓小镇的迷人景致。沿着水路前进，你可以看到工业古迹朱子门发电厂。幸运的话，还可以跟在圳边洗衣服的客家妈妈亲切地聊上几句呢。看遍美浓的田野风光，如果自认为体力很不错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往东北的方向来一趟文学之旅，拜访钟理和纪念馆，或者是到林相优美的热带母树林，享受清新的芬多金森林浴。民视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客家杂志是一本属于客家人的月刊，15年来由于经费不足，曾经停刊多次，不过目前勉强生存下来。翻开这本杂志，里头全都是报道有关客家人的大事记，不管是最新活动还是新诗发表，内容可说是包罗万象。这本属于客家人的月刊，虽然在民国76年成功创刊，但是之后的发行却是举步维艰。1988年12月28日万我母年嘅時節，係客家人最大嘅活動，也係客家雜誌發行最大量嘅時節。但是1988年12月28萬我母年太流行之後，客家雜誌是慢慢是跌下來。後來經過有心人士的金錢協助，客家雜誌社才勉強撐了過來。陳時山表示，推行客家雜誌的確艱辛，但是15年來，目前月刊的訂閱人數已經累積到3、4千人。儘管數字低了點，但是雜誌社員工仍然有信心，能夠將客家雜誌順利的發行下去，將客家人的大事記用文字繼續保存起來。民視新聞徐新全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聲樂家邱玉蘭是國內少數將客家山歌融入聲樂世界裡的女高音。9年以前，她曾經跟世界男高音卡列拉斯在台北同台演唱。浑厚的嗓音，洪亮的音色，聲樂家邱玉蘭用心唱出了客家歌曲《散狗尾》。身為客家人的她，雖然常年旅居日本，但是她不但沒有忘記客語，還用聲樂唱出了客家山歌。因為我哋客家歌是講嘅係清好聽嘅，我唱好，他家就講啊，啱好聽。係，如係我冇介紹嗬，因為我哋客家歌都冇，就埋沒。這幾張照片是邱玉蘭在民國82年時與世界男高音卡列拉斯在台北國家音樂廳同台演唱的神情。我哋兩首唱嘅時節，我哋冇先練哈，不過我哋親有那個過一個默契。藝術無限是邱玉蘭在幾十年的音樂生涯中最深刻的體悟。她說，隨着人生經驗的累積，同樣的一首歌，每次上台演唱時也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。民視新聞徐新全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